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29，马太福音7章21节安尼讲：称呼我主啊，主啊的人，袂拢入天国。就是行我的天父的旨意的人，才会。三甲来祈祷，爱人是行你的旨意，才会通入天国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愿专心所敬畏的上帝，我们向你献上尊崇甲懊恼。你是天地万物的主宰，你的国度永无动摇，你的权柄直到永远。主啊！你的圣名是牵得万民敬拜的名，你的荣光充满全地。主啊，愿感谢你用听来竞选阮做你的儿女。主啊！阮无愿意信仰只是嘴讲的承认，咱是要伫生命中活出你的旨意。主啊，求你予阮无停伫外表的敬虔，忽略对内心说服你的呼召，因为你对阮讲，毋是称呼你主啊主的人，就会通入天国，就是行你旨意的才会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